2024年10月20日，第16届健康管理大会暨全国食药同源产业创新工程启动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原卫生部副部长、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陈孝红，原卫生部部长张凤楼，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威，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苏元福，中央军委卫生局原局长、解放军总医院原主任医师陈守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润生等出席大会。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威在主办单位欢迎致辞中表示，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还举办了健康中国行动产学研合作培育计划、全国食药同源产业创新工程暨固阳黄芪专项大会、一带一路登高无创伤特色疗法高峰论坛和好，在下何永庆，来自于宝岛台湾。我本人的身份是美国自然医学研究院的院长和执行长，也是研究员，从事中医的研究已经超过50多年。人要健康，在中华自然医学里面，在中医里面强调的脾胃为后天之本，所讲到的就是内环境。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叫做体内环保以大健康。假设我们身体里面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毒素，一大堆的不良的情绪，那我们谈健康缘木求鱼。因此这一次的大会，我仅是以个人的一点心得和经验给大家报告。要说清楚，任何人、任何医学流派，它脱离不了人的身体本质。人的身体本质，它不外乎就有6个自我。第一个自我叫做自我生成，第二个自我叫做自我复制，第3自我更新，第4自我调节，第5自我疗愈，最后自我适应。这也就是身体与生俱来的注意力。任何的疗法，任何的健康管理，你必须是在帮助这6个自我。这也就是自然医学的目的，就是如何的帮助这6个自我，让它把不良因素排掉，然后呢强化了这6个因素。这6个因素就是身体最好的医生。那在下今年已经75岁，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要说清楚，我曾经得过大肠肿瘤，我也曾经在年轻时候12指肠穿孔。那么经过那么一些刚才讲的这6个自我的强化，这6个自我的强化，其实如果归纳用中医的语言来表达，就叫做扶正与驱邪。扶正者帮助这6个自我，助他一臂之力；驱邪者把干扰这6个自我的任何不良因素，有形的无形的，把它排除到体外，就是驱邪。所以呢，这2个事情做到位了。在下今年已经75岁，我每天身体状况没有任何的内源性疾病，没有无高。好，那我每天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那么最后给大家分享，健康是什么？健康是自己不受罪，家人不受累，省下医药费，有利全社会。